職場神學咧係專門為在職嘅弟兄姊妹同埋咧願意牧養在職弟兄姊妹嘅牧者而設嘅。我哋相信咧，上帝喺呢個時代咧要興起所有嘅弟兄姊妹，佢哋去到佢哋嘅工作嘅崗位上邊嚟到去活出信仰嘅。我呢個課程嘅設計咧係一共有15個科目啦，咁其中6科咧係我哋叫做一啲基本嘅課程，聖經啦、神學啦、歷史啦。另外6科咧就真係針對職場處境，例如職場倫理啦、信仰與財富啦、職場嘅靈性啊等等，以至咧我哋可以咧喺我哋真係遇到嘅唔同嘅問題裏邊，喺課堂上邊喺聖經裏邊去揾一啲嘅答案啦，揾一啲嘅觀點啦，以至到咧我哋生命真係可以見證同埋榮耀上帝。我叫李小帆，我今年的課程裡呢就選了職場神學這門課，因為我在牧養這個教會的過程裡邊呢，因為多數弟兄姊妹他們都是在職場來工作的，那其實他們會遇到不同的挑戰、不同的困難，在這個牧養的過程裡邊，我就認為我應該要來學職場神學。通過這樣的一個學習呢，然後我能夠更好的為弟兄姊妹他們如何在職場上能夠做出基督徒美好的見證上，能夠給他有更多的一些裝備，讓弟兄姊妹在這個職場上更能發揮基督徒的影響。我叫李華，做職場神學咧，主要因為我而家喺工作中同教會咧係有啲唔同嘅地方，需要了解下你係教會啦，喺職場上面咧係有啲咩關係。而家學完啲同課覺得咧，教會職場都係神俾我哋咧，旨意係服侍神啊，服侍人。教會同職場係好有關聯嘅。鼓勵大家都係嚟上埋呢堂課啦。我也期待大家通過這樣的學習，能夠在職場上為主做更美好的見證，來彰顯基督徒的這個形象和彰顯基督的品質。我哋好歡迎弟兄姊妹咧一齊嚟進修呢個課程。你唔單止會遇到唔同嘅老師啦，你亦都會遇到好多同你一樣咁追求認識神嘅弟兄姊妹。我哋可以喺當中一齊去交流，嚟到一齊去學習。學到嘅唔單止係知識，更加咧係我哋喺我哋嘅實際嘅工作場景裏邊咧，我哋點樣去實踐？我哋有嘅掙扎，我哋再一齊去拆解佢，以至到咧我哋真係可以用我哋嘅生命嚟到去回應上帝，嚟到去見證上帝。